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开始，乌克兰当地医疗资源是真欠缺。马偕病院的医疗团伫今年4月份有去乌克兰义诊，是亚洲的头一团。同一批医师搁再组成第二团，明仔载7集就要搁出发到乌克兰，会提供隔江11天的医疗甲教学服务。大火一直咧烧，搁清出乌烟。切拉乌克兰东部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受罗西亚的飞弹攻击，当地原本是饲牛的所在，出现侪受伤死亡的民众。大批医护救援人员投入抢救。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了后，乌克兰的医疗需求大量增加。咱台湾的病院也第2摆组成医疗团，要伫9月7日，搁再出团到乌克兰，伫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乌班等地区提供医疗协助。我们这次去也去了解乌克兰在战争之后，他们本身所遭受的苦难，还有一些健康的问题。我们要收集相关的资料，来协助帮忙他们做第2次的医疗上的健康性服务。这摆医疗团会伫当地进行11天的义诊，估计通完成400人次的医疗服务，也要为当地医师甲医学生安排进行超音波的教学。带领这摆医疗团的医师蔡维德，也是今年4月份带医疗团到乌克兰的队长，伊也分享顶摆的经验。阮做这教育的部分，感觉遐的医学人员嘛是拢真认真，对着咱台湾这边来的技术嘛是感觉真佩服。那因为这个事件呢，也凸显了台湾在全世界国际中它本身医疗上的地位，也造成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的大大的提高。除了医疗服务甲教学，这摆医疗团也会甲民间捐赠的2台救护车，捐赠予当地，互因通顺回医疗，也会参国际 NGO 甲当地病院签合作的备忘录，向当地提供医疗资源的方向行。记者郭明正由台北报道。